请咱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15章11节到17节。约翰福音15章11节，我已经用这个甲恁讲，要互我的欢喜踮伫恁，也互恁的欢喜满满。恁着相听，亲像我有听恁，这是我的命令。人为着朋友献性命，听无有比这个较大的。恁若行我所命令恁的，就是我的朋友。打了后，我无叫恁做奴仆，因为奴仆毋知伊的主人会所行。若是我已经叫恁做朋友，因为我对爸所听见的，拢有甲恁讲。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佮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佮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咧，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什么，伊就互恁。我用这个命令恁，是要互恁相听。做伙三角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当阮了，阁是罪人的时，主你透放阮、赦免阮，看阮出土袂中，来入伫光明。主，阮感谢你，呼召阮，互阮会通成做学生。主，阮感谢你，有机会互阮成做你的奴仆。主，阮感谢你，互阮有机会成做你的朋友。主，恳求你，阁一摆帮助阮，互阮的生命内面，当阮看见，阮是主所听的宝贝。阮一直努力要往迄个较悬的所在跑走的时，毋是用世界的价值，是用主所听阮的宝贝，放伫阮的心内，互阮超出属灵内面迄个搁较悬的所在。阮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伦兄弟大家平安。伫咱的生活，伫咱的工作上，咱拢真仰望咱会通找到真好的头家，是讲会当拄到真好的主管。当然，对头家、主管来讲嘛，真仰望会通找到尽忠、尽职、拍拼的助手。是下骹手的部属、工作者等等。当我咧看新闻的时，有讲到一个头家，到伫年底的时，伊就甲公司所得到今年所赚的这钱，分互这个辛劳。后来因逐个人照讲，逐个人所领到的，拢要上百万伫一年的年收入的内面。所以有真侪人感觉真欣赏。嘛，讲起这个头家是真正是一个真好的头家。当然，这个新闻过了后，我嘛一直在想，伫咱的生活内面，有当时咱可能袂当拄到这个额外的这个遐尼好的福利。总是若是公司有照规定、照时间分发这个薪资的，这个头家毋知算好头家也无，毋知咱这个。真开力做工课，总是照起工领这个薪水的人，毋知咱是毋是好的辛劳。当然，伫这个过程内面，咱拢望哪济就哪好，总是若照规矩来的，安尼应该无好。当然，咱有真侪头家也是遐个主管，讲咱照起工来做这个工课的人，并无代表阮无疼心，并无代表安尼阮就对因较无关心。伫咱的生活内面，常常头家，是咱是同事，是咱是私底下，咱嘛是好的朋友。伫这无共款的角色的内面，有当时会拄做伙。若这无共款的角色拄做伙时，咱感觉这好毋好？若是咱的头家拄好，是咱的朋友好无？可能真好。总是若伫这个中间，若是有淡薄无共款的意见的时，安尼到底是要做朋友，还是要头家辛劳的身份？可能咱伫这个中间就开始有紧张性，所以有真侪人讲宁可毋通去找熟悉的所在来工作，安尼较避免本来是好朋友，后来煞变冤家。教会有真侪好意，捌甲我讲牧师，
你的囡仔吼，若以后毕业，若要做工作，我这工作我交互伊做，我拢欢喜吼来放互伊。总是我问我的囡仔时，我囡仔甲我讲：爸爸，你莫甲我因迄个教会的兄弟姊妹吼的工厂，还是讲迄个公司，千万唔通，因为对伊来讲，伊感觉有压力。对伊来讲，伊讲万一若做了无好，讲连我的面子都无去。我想讲，安尼佫会替我想吼，安尼咱嘛感觉真温暖，咱的囡仔佫会替咱想。总是事实上，因伫即个所在考虑的点，可能咱平常时嘛拢会考虑到。过去牧会教会捌有拄着，有一个真特别的例，就是教会的头家是教会的中职，后来伫伊的工作的所在嘛有聘请教会的中职，伫伊的工作场的所在伫遐咧工作，因为疼兄弟姊妹，所以提供即个工作予伊。伫私底下教会内面是真好真好的兄弟姊妹。比一般的会友更较亲的兄弟姊妹，比方是互相的结连真密切。我都看这个代志，我嘛常常在想，伫教会是中职同工，伫私底下是遐尼好的朋友，伫恁的工场内面，一个是头家，一个是新郎。我都常常为着这个心内家己在观察在想，敢有一日会出问题？当然，伫这段过程内面拢真好，哇！伫几年的中间拢真好，总是后来有一天，发现因中间有人讲无共款的话。这个新郎原来咧怨叹埋怨头家，讲这个头家对阮拢无好。我着惊，我想讲过去，伊提供你这个工作，佮帮助你，互你会当真稳定，是安怎今仔日他会讲头家对阮无好？后来伊嘛离开这个工作。但伫这个中间，当然头家拢点点，伊拢唔敢讲什么。我嘛歹势去甲问讲，恁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当朋友要继续做无？私底下兄弟要继续安尼交陪无？也是交陪煞变成做干那只有咱伫教会面对面大家拍一个招呼兄弟姊妹。伫这个过程的内面，咱拢知影，咱拢有经历过侪即种的关系内面的紧张，有当时真受祝福，总是有当时真艰难。咱倒转来今仔日的经文的内面，主耶稣甲学生的讲话中间，咧讲到这个关系，互咱嘛真歹想象。咱拢知影主是咱的主，是人类的主。伊伫这个所在讲，伊要称咱做朋友，称伊的学生做朋友。原本是萝卜，总是后来嘛要成做朋友。伫这个中间，咱有当时在想。唔知会混乱也袂，咱有可能较单纯的，主你称我做萝卜，我欢喜做你的萝卜。总是忽然间你称我做朋友，这个朋友的感觉到底是什么？以后咱到底要安怎样互动？若是我是萝卜，我就真清楚我是萝卜；若是朋友，我就真清楚我是朋友。总是若是难做伙的时，会出什么问题？有可能上帝你要来甲我质问讲有关。我的工作的时，我会甲主讲主啊，朋友呢？咱是朋友呢，咱是兄弟呢，所以唔通安尼要求，是无？唔通要求遐尼济，因为咱是朋友。总是伫这个内面，咱咧想讲，耶稣来到伫世间，道成肉体，大声亲像先知，咧传福音。后来嘛伫遐来呼召人来对伊，后来佫亲像先生列比对待伊的学生。后来伊咧讲譬如的时，咧讲到主人甲萝卜，伫今仔日的经材内面，佫讲我要称恁做朋友。伫这个内面到底是什么？在讲什么？虽然这个经材咱过去拢真正熟，总是伫这个中间到底咧表达什么？当咱佫认真来看的时，咱若对约翰福音第15章的第1节到第10节，迄个中间耶稣的话咧强调讲，我甲恁的中间的关系。多啊，亲像迄个葡萄树枝结连做伙。耶稣讲到遮尔亲密，遮尔亲密的内面，咧讲两项代志。头一项咧讲到疼，讲咱中间的结连是疼，因为我疼恁，所以恁就相疼。伫第10节的所在讲什么？讲恁若守我的诫命，就要踮伫我的疼。伫第11节讲，主讲。
要互我的欢喜踮伫恁，也互恁的欢喜满满。这是第二项。头一项叫做疼，第二项叫做欢喜。耶稣讲：我大声将我的疼赏赐互恁。第二项讲：我要将我的欢喜互恁。咱倒转来想讲，主人敢有遐好的主人？若是咱的头家甲我讲：来，恁来到我遮工作，我大声我疼恁，我大声用恁的欢喜做要紧，我大声满足恁，互恁欢喜。我想咱一般辛劳，咱一般受请工的人，咱唔敢安尼要求。咱只有望讲，头家啊，你若讲什么，我尽快来做，来表达我欢喜这个工作，安尼已经是不得了。但伫今仔日的经节的内面，要用安尼来讲，主要请咱做朋友，要安怎样后来会当真做朋友？这个关系变化内面，得甲咱提醒什么？讲恁若行我所命令恁的，就是我的朋友。那伫这个所在，可能咱头一个理解，就是会想到讲，安尼我就是照规矩来行，主才会请咱做朋友。总是对耶稣的解说，对后来保罗的解说，拢毋是讲安尼。保罗一直甲咱讲，若安尼的时阵，就变成是律法主义。上帝绝对毋是爱咱行为，安尼做了后，伊才请咱做朋友，毋是，是耶稣大声头拄讲过，先伊大声疼咱，先将迄个欢喜赏赐互咱。所以伫这个所在，咱遵照伊的命令来行，是回应主的疼若定。所以绝对毋是因为我行什么会当趁到更较大的恩典，无，上帝已经大声疼咱。所以伫这个所在，咱遵照上帝的命令来行，只不过是要证明一项事。当耶稣请咱做朋友的时，这个遵照伊的命令来行，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验证，也是一个标志，是一个凭证。所以，咱今仔日，咱是毋是耶稣的朋友？咱有确信讲，上帝的确会请咱做朋友。伫咱的长老教会牧师之前捌讲，咱较无习惯，互耶稣请咱做朋友，因为咱过去拢称天父上帝。阿爸爸上帝，伫东正教的内面，甲主上帝看做是知己，因为圣经讲，我请恁做朋友，伊是咱的至好朋友。所以伫东正教会传统的内面，一直伫的祈祷的内面，拢甲主看做是至好朋友，用这个感觉来伫甲主结连关系。所以你捌招耶稣讲，耶稣啊，来泡茶。主啊，咱来啉咖啡。你要出去佚佗，有招主无？若困难的时，拢来帮衬；若要佚佗的时，甲放伫厝呢，敢有安尼？啊是讲主啊，你是我至好朋友。咱伫平常时生活内面，你捌讲主啊，你是我遮尔好的朋友，咱遮尔啊亲密，用这个关系来相甲建立。伫这个所在，这是一个要紧的证明，互咱知影讲主是遐尼疼咱，伊请咱做朋友，咱就必须爱行主的命令。但伫这个中间，当咱倒转来想讲，咱一般着伫咱的社会的中间，大人咧称兄弟，称兄道弟。这个兄弟到底是什么？安怎样表达？咱常常看见咱的社会内面，当讲到大家是兄弟的时，后壁表示讲，若无照规矩无要紧，无照规矩无要紧。包括咱伫咱的社会内面，咱的政党的内面，只要咱是共党的，咱称做兄弟的，唔管对唔对，唔管合理无合理，适当无适当，甚至是违法的，咱拢是兄弟，就爱相听，就爱相听。所以无照规矩无要紧，唔管是天理的道理，也是人世间的道理，咱发现伫咱的社会内面是安尼。总是咱伫主的听的内面，伫主的福音的内面，咱诚做主的萝卜，主要请咱做朋友。伫这个中间，毋是讲咱做朋友了后以后，毋免照主人甲萝卜的关系来相对待，也是讲咱都毋免开始照准情。咱犹原明白知影讲，咱是主的萝卜，咱犹原是爱照主的道理来行。但咱的教会的道理是甚么？咱教会的准情是甚么？伫咱的法规的内面，
有伫遐真清楚界定牧师是甚物，长老是甚物，执事是甚物，会友是甚物，真清楚伫遮界定逐个人的职务，逐个人应该着扮演的角色。伫即个所在，遮的规定毋是咧限制人，是要互人更较清楚。咱伫咱逐个做伙相甲服侍的时，逐个人的角色要帮助咱的服侍会当更较顺利。当每一个互动的关系，嘛爱倒转来看讲，咱的职务到底是甚物，通好符合伫服侍内面，会通下伫规矩。牧师搁一摆强调，教会咱的长老教会内面有阶级也无？咱的教会有阶级也无？人当人若甲你问讲，恁教会牧师足大的，恁牧师上大，你要安怎甲应？请恁毋通点头，拜托你毋通点头。恁若点头是表示即个牧师伫咱的教会内面教了无好。所以毋望咱搁一摆清楚，伫咱的教会，牧师有牧师的职责，长老执事有无共款的职责，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职责，咱无阶级，无位阶。咱是彼此相甲服侍受交托，伫即个部分，伫迄个部分，伫即个部分，牧师拢爱一直强调，咱的会长毋是上大，咱的会长就爱甲干部做伙开会，做伙来做上帝欢喜的事，毋是做咱家己欢喜的代志，毋是做咱家己专门我想要做的，是爱做互上帝欢喜，咱教会圣工所需要的。若是安尼，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职务。平平地服侍上帝，只有上帝是咱的主，咱互相，我毋是你的主，你嘛毋是我的主，所以伫这个中间，咱的确爱分清楚咱家己的工作。伫这个生活的过程的内面，咱有真侪的学习。捌有一摆伫过去牧会时，教会因为中职伫社会上真有贡献，嘛做大头家。有一摆教会办活动的时，就甲遮个公司的人，因也出来斗相共协作。到结束的时，我就甲遮个公司的遮个员工、遮个职员，我甲因说多谢，讲真多谢恁安尼吼，即边教会一寡活动，恁会当出来斗相共。伊甲我讲啥物？遮个公司的职员，伊甲我讲，牧师啊，这应该啦，应该，阮应该着做的。阮的头家吼。阮的头家伫阮的公司是偌大呢？公司足大，你敢知影偌大？总是阮的头家吼，竟然去到教会时吼，遮尔顺服，看到牧师的时阵，遐尔恭敬，遐尔敬畏、敬重。所以，阮应该都爱敬重牧师，阮都爱敬重教会遮的工作者，阮游员都爱安尼，这是应该，这是应该。当咱听到这时，咱心内实在是真感动。遮个大头家，遮个伫社会有贡献的人，因竟然会当谦卑到即款的款式。之前牧师捌讲过，捌邀请一个警察大学的校长来演讲。演讲了后，伊讲歹势，因为时间有较晚，毋通阁问啊。我要阁赶转去台北，我甲伊问讲，你要创啥物？伊讲因为我明仔载要做礼拜，我爱阁去发周报。大家着惊。是安怎都爱轮到你发周报？你大学的教授，警察大学的教授呢？恁教会是偌大？是安怎你太着爱去发周报？伊讲无啊，这是我的职务，我的职责，轮到我都爱赶紧转去分周报。伫这个内面，咱发现这个代志，总是这职员私底下佫甲我讲牧师，阮嘛有伫看呢，阮安尼斟酌看吼，阮看见吼，恁的教会内面嘛有一寡。你平常时伫社会，阮拢知影，普通，总是去到恁的教会吼，因仔亲像咧做头家呢。我看伊咧讲话，伫恁的面前，哪像伊咧做头家，比阮的头家搁较大。迄表达上吼，真无礼貌呢。那阮伫社会，阮毋敢安尼。有当时咱会小可困扰，是安怎伫咱的教会服侍内面会发生这问题？最近看一本册叫做《对内面做起》，这本册内面的一段落叫做自律。这个自律伊引用希腊文的内面叫做自我控制。
伊的原文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你着爱掠掉家己。这个掠掉家己意思就是讲，你伫工作伫各方面，你着爱知影你家己的职务是甚物，你所面对的是甚物人。后来你伫工作中，你爱掠掉家己，袂使放弃，袂使放弃。安尼意思是讲，你若是做新郎的角色，你袂使放弃，煞换你咧做主人。那做主人的人，那亲像咧做新郎。那伫即个内面，伫甲咱讲的讲，若是一个称职的人。是一个下伫职务的人，还是要成功的人，伊的确会认真拍拼，对伊的心内做出这个要紧的叫做自律。耶稣基督对咱的要求是甚物？伊百般的疼，伊要互咱大人会当伫服侍中间喜乐，所以伊讲恁着尽心、尽性、尽力、尽力。咱捌看耶稣安尼严严甲咱大声。捌严严甲咱约束，捌安尼严严甲咱逐项都要求。像顶礼拜牧师讲的，讲恁袂使有借口，恁拢袂使有乱约，恁就是爱对头到尾做甲真。咱的耶稣敢安尼？咱的主敢安尼？那咱的主毋是安尼，咱伫咱的服侍内面敢会变安尼去？咱可能爱注意，伫咱的服侍内面会变安尼袂？咱伫要求别人的时变诚做安尼。当倒转来看，继续伫圣经内面讲，打了后，我无叫恁做奴仆，我已经叫恁做朋友。主人甲奴仆的关系会当真和睦，总是拄着啊，嘛是会真紧张。有当时有冲突，有当时会对敌。当伫即个内面，咱看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伫甲咱提醒的一项事，什么是耶稣称咱做朋友？称咱做朋友了后，是互咱提升咱的位阶，也是提升咱以后伫人的面前，当人若咧对咱讲话时，咱家提醒讲：请你注意哦，耶稣是我的朋友哦，是安尼是无？也是讲，当人若咧甲咱提醒一寡代志时，你招耶稣出来讲：耶稣是我的兄弟哦，你毋通甲我欺负哦，是安尼吗？咱的耶稣称咱做朋友，到底是甚物？咱倒转来看圣经，因为咱若咧看圣经的时候，有当时拢会忽略去伫其他的一寡要紧的部分。伫今仔日的经节内面，耶稣称咱做朋友。咱看第15节的后半段，伫遮讲，因为我对爸所听见的，拢有甲恁讲；我对爸所领受的，拢有甲恁讲。这叫做朋友。若是奴仆是甚物？奴仆就是主人叫你做一项代志，你会当问问题袂？咱会当讲主人，咱的老头家甲咱讲你去扫地，咱会甲讲是安怎我爱扫地？你甲我讲理由，你甲我讲理由，啥物理由你爱叫我扫地？扫地要安怎扫？过程是安怎？你甲我讲互清楚。扫地了后有啥物福利？你甲我讲互清楚。奴仆敢会当安尼做？奴仆敢有这个权利？可能伫早前是无啊，早前是无。总是伫这个所在，耶稣称咱做朋友是甚物？伊讲逐项都讲啦，逐项都讲。所以耶稣来传福音的时，甲伊对伫伊身躯边的这学生有讲清楚无？讲，搁再讲，讲，搁再讲，譬如，搁再譬如，听到尾啊，因听有无？听无？提醒无啥了解，总是耶稣伊愿继续讲，因为伊毋茫甲上帝国的代志讲了清楚，不再一直讲一直讲，因为伊无干那甲咱看做奴仆那定，是甲咱看做朋友，遐尼啊详细一项一项讲。当然，伫这个过程的内面，那照保罗所讲的《哥林多前书》第2章14节到16节遐讲，有属血气的，嘛有属神的、属灵的。意思是属血气的常常听无，袂当明白，因为咱拢常常用意气、用肉体的体验在看代志。总是若属神的，伫这个所在就会当明白忖度万项事。伊就无互人忖度，因为自随有知主的心，通教示伊啊。若是阮有基督的心，所以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明白伊所讲的话。咱就知影要安怎去做，
所以伫这个内面的角色，主真正疼咱。虽然咱要搁做萝卜的时，已经看咱做朋友，甲所有的事甲咱讲。所以伫这个所在，咱应该都爱清楚咱家己的职分。咱应该伫什么时阵叫做朋友？伫什么时阵叫做萝卜？当耶稣若要来甲咱教授，要甲咱讲，恁所做是什么事？咱袂当甲主讲主啊，咱朋友呢？所以吼，你毋通来做安尼来甲阮要求。那我想咱袂安尼做，咱永远是萝卜。咱今仔日是耶稣基督的萝卜。咱今仔日耶稣阁请咱做朋友，咱敢知影分寸伫倒落？若无的时，咱可能伫三对台中间常常袂记得家己的角色，咱毋知影咱家己咧做啥物，咱嘛毋知影咱伫服侍什么人。所以牧师阁一摆提醒，咱拢敢若知影咱的主是啥物人。咱的主，咱伫教会服侍咱的主是啥物人？是主耶稣。但咱服侍主的人，咱是啥物人？咱是服侍者，咱是伊的萝卜。虽然主请咱做朋友，是交托咱、信任咱，所以咱所做的代志都爱回报，都爱知影主所要求的。当咱彼此中间是好的同工，咱的中间彼此是好的兄弟姊妹，咱爱清楚知影咱家己的位置。当然位置了后，咱拢到尾上帝交效。恁毋免甲牧师交效，恁是爱甲主耶稣交效。当然，牧师徛伫教会，咱有咱的职务，爱有督导其他的这事工，咱的长老有督导，总是咱拢知影家己的职分，愿咱拢谦卑服侍伫上帝的面前，拢会通完成主交代咱的工。当耶稣有一日甲咱讲：“朋友啊，来我遮坐，咱敢去无？”我想，咱敢，因为咱已经有遵探伊的道理来行，照伊的命令来行。咱就欢喜进入到伫受邀请的宴舍的内面，千万毋通讲，当咱主咧叫萝卜的时，咱讲我毋是萝卜，我是朋友。当主甲咱讲朋友啊来的时，咱甲主讲主啊，我毋敢，我做萝卜就好。捌有会友甲我讲牧师啊，主耶稣请我做朋友，我实在是不敢当，我毋敢啦。我原来是做萝卜就好，距离吼较远咧，较袂吼主的要求伤过济吼，讲遮好的朋友，你搁做安尼，可能吼会变拍搁较严重。拄亲像圣经所讲的，诚做主的萝卜，搁违背伊的道理的，迄个刑罚搁较大。咱宁可保持距离，毋通遐尼亲密检采，还搁有机会。我想咱真侪人诚趣味，要叫咱做萝卜，毋爱做萝卜；要叫咱做朋友，咱嘛无爱做朋友。安尼咱到底要做啥物？安尼今仔日若是主耶稣要请咱做朋友，你袂无？袂无？若袂吼，咱照主的道理继续行。咱嘛是主真中的萝卜，咱真清楚知影咱服侍主耶稣。所以圣经内面搁讲一摆，耶稣讲啥物？当咱照伊的命令来行的时，主会听继续甲咱三角地地，伊继续甲咱连结做伙。第二项，伊的喜乐永远踮伫咱的身上。若是你的服侍内面无喜乐，若是你的服侍内面无听，安尼咱要倒转来想，你有结连伫主无？你的服侍变规伫空空，因为伫你的服侍内面无有听，阁无喜乐，所以咱都爱倒转来想，勉励家己。我要诚做主的萝卜，诚做主的朋友，我就尽力来服侍。所以我要有听，我阁更加要喜乐来服侍。愿主听小咱的服侍，拢充满主的喜乐。三甲码头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遐尼啊疼惜阮。主，阮知影阮的喜乐毋是放纵，阮的欢喜毋是私欲。阮是希望伫阮的服侍内面，看见主的欢喜，看见主的疼，继续伫阮的生命内面。所以，阮要尽开来学习。来照主的旨意来行，阮有侪学习，阮也要紧查考圣经，详细看主爱阮所行的是啥物。阮要认真读圣经，对于主的教示内面，虽然阮过去熟悉，总是阮要搁读一摆，要搁认真读一摆，将这话放伫阮的心内，
照安尼去行。我望愿主有一日，阮甲主当头对面的时，主你请阮做奴仆，尽忠的奴仆的时，阮要举手；当主你请阮做朋友的时，阮要举手。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